班开始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点头是慈悲，前到鞠躬，坤到鞠躬，老师晚安，请坐下。谢谢。当然听对听对好啦，
在相像吼，安尼起来当然会感觉讲较可惜吼。那咱另外即个第五品吼即个坐禅品即个坐禅品第五那对即个要开始的时阵呢，或是依个即个食品题而且呢，叫大家互相做一个建议甲探讨。那当然，伫即个坐禅品来讲，讲到即个禅呢，因为伫即个禅来讲起来，当然，啥物是禅？是一定爱坐咧坐禅。敢袂当敢袂当，搁有其他的产品。当然，伊坐禅品，敢真正代表，就爱坐，但是产品，啥物伫当中，敢毋是禅？所以讲伫即个禅来讲起来，当然咱今日必须学到的，嘛是爱多少年，来甲做一款的体会。诗婷台语听得懂？听，但是相当。人生或是是咧讲台语，讲国语。这个禅来讲呢，当然在修办上来讲，一定会去讲到这个禅定。那当然五祖呢，六祖呢，为什么在坛经里面呢？他会去谈到这个禅，这个坐禅。那当然也就是我们在修行上呢，其实在法门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法门不一样，其实都是要如何能够菩提自信、本自清净的本体，要如何把它显象？也可以说是我们修行来讲呢，也就是要明心见性嘛。那在这个禅定来讲，必然在修行呢，是一个要去学习的一个功夫，一个课程，一个功夫。那当然要去了解它的真实意，要不然呢，坐禅你空有一个相，但是在你的实际上，动中不能真的去禅定。那禅定在动中怎么禅定呢？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个因缘。那当然或许才疏学浅对于这一个来讲，或许还是非常的浅薄，不见得就是都是对的、好的。那当然大家呢能够提出更好的如何呢？能够对于坐禅来讲，能够浅而易懂而且呢，能够让大家呢在修办当中呢，能够去禅定那当然，或许现在的禅定来讲，不是坐禅，是在人事物当中，你如何去禅定所以这个才叫做真禅所以这个禅不限于默然静坐这里就跟我们讲的。那么呢，在你行住坐卧当中呢，都是禅。如果说你要静坐才是禅，那有谁能够永远坐在那里？而且现在大道普渡那么道家佛长在家修行，每个人都要树农工商，要赚钱，哪
哪有谁能够去禅定的？哦，可能会比较困难。哦，那当然呢，真的禅也不是说在那里做，不管现在修什么法门呢，你是禅宗，净土宗或什么法门，也要去了解这一个禅，不是静坐，不是静坐，而是要应用在我们行住坐卧当中。当然，在行住坐卧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诸事因缘，因为在人生上呢，当然都是逆顺参半，有种种点点的好跟不好，这是在人生过程一定要经过。那你如何去给它跨越？那个就是才是真的是一个禅。那你要脱离苦海，你也要二六时中，在见上不生心，你才能够真的能够大家非常的坦然，非常的这一个清净，而不被在你动静当中呢来影响着你。那当然这一个功夫来讲呢，讲是比较简单，但是要真的达到一个行住坐卧都是禅的，当然就是要历练的。那我们如何要历练呢？我们后面当然会讲到。所以说呢，行一禅，坐一禅，以莫动静体安然。你要达到这一种的意境，达到这一种的意境，不能说只有坐在那里才是禅，那你没有坐在那里就是不是禅，那这样就是错误。你的意境呢是达不到的，也不叫做真禅。所以在这里呢，就跟我们讲，行一禅，动静当中呢都是禅，那这样呢才叫做真禅，才是真的功夫。那会用功的人，不仅静坐用功，随时随地呢都可以用功。当然也不是说你有时间要做，当然也不是说错了。也许就像我们在道场有静修三宝，当然时间上可以，也许你借着一个清静的时间内，有时间内，你可以自己禅定，所谓的静坐一下，那也不为过。只是说不是说你坐禅来修禅定，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你要说修禅定到你的灵性可以离开你的灵体，才能够回归到你清净的极乐世界。如果你想说要禅定到灵性可以脱离你的身体，而且能够分有世界，隐有世界，隐有世界，白隐的隐，隐有世界，那这样才叫做禅，也才能够回到自己。因为或许曾经听过了，说你们道场修道，修道呢，你要回到清净的地方，最后你还是要禅定，
这样讲的哈，其实或许想也不对或许现在刚好想到了泰国那一个200多岁的和尚，他之所以求道，是他在100多岁的时候，他禅定而云游到南天门。但是呢，他要通过南天门，被在那里被所的仙佛把他挡住，你不能通过，你没有求道，你不能通过。那要如何才能够通道？通过，那唯有就是你求道。所以说呢，也跟他说再过多久呢？当然就会有台湾的点传师能够把道传给你。那以的这个典故，我们也可以知道，真的你的言做到能够云游世界，还是不能了断你的生死，对不对？因为你这个肉体，你学到的点石成金、善斗成变的法事，随着你生命的结束，你所学到也是化为没有的。不是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定要禅定，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绝对不是这样。要不然在泰国也曾经有几个和尚，他们坐了2个多个小时到清迈佛堂来求道，他们一禅定就是15天，15天。所以在泰国禅定连线出教的，其实大有人在。那个和尚，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像我们这样要向外去普度众生所以在后世呢可能就是禅定或是学习一些经典所以在泰国呢也明显的，或者想，就像我们的道心呢，他们都要到佛事去布施，是弟子要亲自去那里布施。那我们一贯道呢，没有左持器，有水会自动的到佛坛，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所以或许想这2个一样都是修行，但是定义不一样一定要行出去那当然呢，他们还是因为佛教国家他们根深蒂固，一直延续佛陀他修行的这一个因缘，所以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那也是张讲师他所讲的，他说为什么我们道场的前行修行都认为自己就好，自己修好就好。因为之所以他今天能够得到，也许也是过去是一个修行的人，只是还没达到了脱生死，所以这一辈子来呢，他也能够得到修道，甚至于清口，但是他延续在弘扬起的罗汉道所以呢，就虽然得了道清口，但是要真的能够菩萨行走出去的这个就是张讲师呢他这样讲。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大道普渡，燃点自己，上天才讲到那我们如果现在还菩萨行等人家来佛堂，那可能就不必办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行出去。所以我们道场为什么常常在办活动，在办法会就是要度化众生，让他们了解
哦，你看他们没有来，我们还要出去，不是他们没有来我们就算了。啊，所以你一定有菩萨心，你要成就菩萨道，你一定要有菩萨心。你有菩萨行之前，你就是要有芸芸众生的心，要有菩萨的心。所以呢，在修行上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那可能讲的比较广一点的啊。那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会用功的人，不仅是静坐用功，随时随地。所以说，在道场参办的人，与不参办的人，以后境界会不会一样？除了你表面之外，讲无做无代志啊，这类专门代志。但过去前辈家咧讲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无做呢，没有错。没有做就不会有错嘛。多做多错，但是前辈家来讲，大概多做，要多做多错，不要少做少错。那今天大家如果在在道场有担任职责的干部人才，真的你要接受历练，是不是？你多人都是人越多，问题越多，事越多，事情也越多，那要不要走过去？要走过去。所以在座如果有担当责任的人，你有以你的责任属命跟责任在执行，你随时随地都能够有所历练的机会。或许现在讲这样，大家意会吗？如果你是被通知的，不是主动参与，是被动参与，有结合无责，无结合无责，那这样绝对不会遇到事情，不会遇到事情。就是你有担当的时候，你才会有事的。有一个没有事了，所以说呢，应该是随时随地呢都要去用功。今天道路难办，要不要办？今天每个人的个性、脾气、情绪会不会一样？那要不要办？不，情绪不好的就把它删掉，那这样有犯了不高众生。所以说呢，我们在道场如何能够用柔和语，用这一种柔和语，为了能够圆满事情，能够要把事情办好，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委曲求全的，也是大有人在。要用柔和语，因为大家都不是圣人所以一定有七情六欲。不是真的要发脾气，但是也难控制的脾气就来了。那这样你要不要去接受？接受的话，你随时随地都是在禅定。你如果没有用禅定的功夫，事情就会严重。所以什么叫做委曲求全、言有抒发？这个就是禅定，要不然什么叫做禅定？所以呢，为了考量这一个道路，那自己也借着这样的能够去修行自己。所以有的浅显，当然没有担待责任，有的时候讲话都比较轻松，也比较风凉。那如果说真的
担当责任的，他就会体会不到，因为他没有经过这一层的历练。因为事情总是要有好的结局，你在拿捏起手当中，你要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准确？那唯有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那我们也是要在随时随地呢能够用功。所以讲话呢，袂使三低头一棍低了。讲话呢，一定要有所鼓励，多以责备。因为就像或许情绪太多，跟或许讲不好的，或许脾气就发出来了。那这样就把后学赶出去的话，那这个道场可能不是说没有后学问，因为兄弟姐妹难免都会有不足，所以呢，要如何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学习，有空间学习，所以说，我们要借着修办当中呢，能够来历练。那这个本文两个一个两个，两台语，电台语，书是上文，书文真相原不看心，也不看情，也不习不懂，若言看心，心原是梦。离心如幻，故无所看；若言探见，人性本净。又妄言，故盖复真如。但如梦想，现自清净。起心看净，却生情梦。梦无处所，看者是梦。心无形象，却得真相。言是功夫，作出见者，将自本性，却非真法。先理识，略修不当者，但言一切人事，不见人之是非各怪，即是自性不当。先理识。别人心随不动，开口辩说他人是非，中断破破，污道违背。若探心看见，即将道也。那当然咱大众呢，来甲咱教导，当然要安怎真正会当禅定。当然，伊则甲你讲，原不看心，不看情，当然为修迄个方法，伊就是讲观鼻观心，眼观鼻，鼻观心，其实它是要专注，让你专心，有一个目标，所以说呢。六祖在这里，他就跟我们讲：眼不看心，意不看见，意不是不动，若眼看心，心眼是妄，心眼是妄，如果说你要看心，那你的心呢，就是起了一个妄念，所以说呢，知心如幻，无所。故无所看，我无所看，离心如幻，我无所看。若言看见，人性本净，所以讲呢，人性本来伊就是一个情的。如果你若讲来看心看情，那安尼是不是就多疑的？又是多疑的，你就起了一个愿。那
那你如果就像拈花微笑一样，拈花微笑呢，都是心应心，那个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境体嘛，所以说呢，在这里跟我们讲，人性本净，由妄念，由于我们有一个看心看见，其实产生了一个妄念之后呢，它就会覆盖我们的真如。因为我们的真如本性，它是本来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它是清净无碍的。那你又多了一个看心看见，那当然你就起了一个妄念，你就起一个妄念。所以说，像我们修办当中，为什么让我们在行功了缘当中要无为而为？无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保有你清净的心，不要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来产生一个念，而失掉你本来清净的心。因为我们修道来讲，不是只有修福报，我们就是福慧双修。如果你只有修福报，就是请大家如何能够扶贫济困或是能够造桥修路啦，点点滴滴的，就不用讲到修心的事情。那当然在道场不断的会去阐释为什么要三轮体空，因为要让我们保有清净的自性，而且又要能够在恶六识中，那这样呢，随时随地你的自性都是清净自在的，那你未来也才能够，因为你内外功呢修得非常的圆满，你才能够归于到这个清净的本体。所以说呢，起心看见，切身静望，望无处所，看者是望，说看就是一个望，多了，你的自性本出清净，哪有还有一个看呢？那么呢，静无相，气力之见相，就必见相，你的自性本来就是无形无相，但是呢，你又立了一个观心，这个景看心看景，又多了这一个念，严肃功夫，那作此见者，张住本性，切被静，比这个静法，你为了要达到静，所以你要眼观鼻，鼻观心。你想要这样来做，其实你就被静来绑住你，让你的自信呢又起了一个不静的言语，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所以说善知识呢有修不动者，这里已经讲的功夫呢，就是你后边讲，这呢是咱伫二六识中。伫咱生活当中会去当着，欲修不动者，但见一切灵事，不见灵之是非各犯。咱若要修不动，就是讲，当咱若看到人的是非不足，不见人无去看着，但见。去看到一切人，但是无去看到伊的是非对甲毋对，安尼就是自性不动，这就是自性不动。当然这呢是或是呢，当咧地缘当中前提是别人心绪不动，心绪不动毋过开口便说他人是非永远。
伊毋是心的禅定。心的禅定就是你看到人的毋对，哦，心的禅定就是讲人的毋对，你了然于心，不动，不动于念，这是你的内在。那么呢，就是讲，今仔日你虽然讲阮逐工有咧禅定，我有咧禅定，其实伊用对。伊若在相的禅定，但是心无相开口的变随他人的是非中断，别人安怎，那安尼你的禅定就是错掉。所以或许现在讲这样的意味嘛，对的，他不错，真的，这个就错了。就以道为辩，若看心看见，即障道，所以讲呢，咱就会使讲，看心看见啊。你若讲伊迄个所在，眼观鼻，鼻观心，眼观鼻，鼻观心，你逐工拢伫遐坐，你当下你都没有任何的念，一起办。但是当你看到别人的好坏，你就滔滔不绝。这个人安怎，那就失掉了，就以道为辩。所以修禅定呢，不主看心看见，你不要不主走看心看见。如果你要有一个看心看见，那你就是有所住的，所以说呢，也不是不动上下动，也不是不动这一个不动也就是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坐在你禅定，你能够坐多久，而不产生疑念。也不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就像或许刚才讲的，泰国那个和尚可以禅定入定15天，他在这15天里面都不起疑念，有没有很好？很好。但是当他出定的时候，人家的不好。他看到了，就不断的在开口讲人家的点，那这样他的禅定对了，他的禅定不对了。如果他没有禅定15天，他不会禅定15天不起疑念，他能够在看到别人的点，而能够不起疑念，这样会比较好吗？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其实六祖他讲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着相，真的禅定不是着相坐在那里，而是要你的心，外在的一切成见你都不起耶，那个叫做真禅。所以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嘛，这个才叫做真禅嘛。事情听有无在？所以呢，修禅定的目的就是要修己心念。所以咱大家讲修家己的啦，不是修别人的啦。所以讲呢，咱伫家己呢，要安怎家己去鞭策，唯有就是看自己。浅显也是一个助念。当然呢，你这个心，尤其是搁你这个心念，每一个人的心嘛。我有静心，你又得不到。你有见心，或许也得不到。这个或许要自己去练的，要自己去练的。你在练，你在练甲你的心袂亲受心高意慢。所以讲呢，伫感受伫道理内底，咱就是要安怎去调摄咱的心。听到就是要如何调摄你的心，
在最佳的状况。所以有的人他感受到道理之后，他看开放下，解除他心中的苦，这个叫做听道理以后，你开启智慧之后呢，你能够调摄自己的心，不会心猿意马。画点相应，看到什么心就是去攀岩，不论是好的是坏的，所以说修呢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所以别人修的好不好，其实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大家要互相提携鼓励，这样而已啦，要不然你别人修的怎么样，跟我们没关系，不要别人修的不好，我们也不要修。各位先生不要看到或写的错误，你不修呢，你在讲的师兄你懂吗？不是说经理，你看那个叫经理，那我也不要修了，那这样是你的事哦，或者在这里讲这个不关我的事哦，经理做不好，大家因为个人讲不人办，经理的当然要甲跳又到轮回去，也没辙啦，对不对？你们又没办法去影响经理，有经理自己去跳的，对吧？但是自己一定对修道的理念一定要坚韧不拔，在内外当中呢，内外功当中呢，都要不厌修，这样能够了脱生死，所以说修习心念能定静，能定静安律得，在大学嘛，大学的五部功夫，定静安笃定，就是开悟见性，所以说我们要修自己的这种心念，不为所动，不论是好的坏的。今天在道场做得非常的辛苦，做得非常的出色，但是浅显都没有跟我夸奖，我就不修了。那这样定有没有？没有嘛，因为修行呢，做好是应该的，我们的前辈不论说有跟我们肯定没有，有夸奖没有，我们都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修得好，做得好，做得多，这个也是自己能够有所得嘛，浅显有夸奖没有夸奖，有看到没有看到都没关系，那这样你都没关系的话，就是定嘛。你修行做好做多，不是要让人家夸赞我们，那这样你的定就是存在的，就是练就，就是练就。那你能够定的话，你就静，你不会起一个功德相，或是说，你看浅显都没有夸我，你心有产生涟漪嘛？师姐。如果说师姐产生一个念，心里都没有夸奖我，你是不是起了一个念？那就不清净了，那不叫做静，对不对？那定的话，就是说你度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但是呢，浅显有夸奖没夸奖的不是一样。我认为这个是我该做的，你定嘛，你心就静了嘛，就不会有后面的。你看我做到这一，你看我度这么多人了，也没有人夸奖我了。你看你那个不见的心就展现出来了嘛。那个不是究竟，不是究竟。所以呢，我们要用五部功夫呢，定静安律的。那如何呢？定静安律的，那也就是让我们开悟见性，达到见性的那一种意见。所以呢，古德跟我们讲，十住入口好打坐，好打坐。十住入口来来去去的人有没有很多？有没有很多车子、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没有很多的事？有没有？有。那如果在十住入口，你能够
真的能够打好坐，其实你就不会受动。所以坐禅呢，不是不是不动，不是不动，而你的脑子呢胡思乱想，或是说你不起一念，那这样呢，就如同草木石头一样，因为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根草，不是一块石头。那上天给我们的所谓的六根，哪有头脑不用的？只是要我们能够六根清净，不产生你所看到、听到的、闻到的，你所感觉到的，而不起一个妄念，那如果说今天上天给我一个眼睛，让我或许去辨别，会错吗？没有错。眼睛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啊，只要你是正用，就不是妄念，就不是妄念。那坐禅就是要除妄，去杂染，除乱想，在禅定。那么呢，在坐禅当中，也就是当你遭遇到人事物的当下，你不起一念，就是除妄，去除杂念，除掉你的乱想，因为你如如不动，那这样叫做禅定，叫做禅定。那心清如煮水，了了常知，了了常知就是不住相，因为空性无物，对于现象这一切的相，这个相不管是好的相还是不好的相，是好的事或是不好的事，你都能够不住一切相，那你就是见性。那也叫做了了常知。那唯有你心清如煮水，你才能够了了常知哦。如果你心起了涟漪，你就没办法达到了了常知，因为你被相牵着走，被好跟坏牵着走，影响了你的思绪，你的正念，那这样就走向，就走向，失掉你空性，你就不叫你的空性呢，就是有了。所以说在修禅定呢，以它的主要就是这样。那坐禅目的自心念，就是刚才所讲的，那现在看到的坐禅的目的，不要再想说坐在那里不是坐在那里是在二六时中，你每个当下，你都能够自心一念，能够自心一念，好的坏的你都不起一念，但是你了了，你清楚，对跟不对，好跟坏，你不起一念，不外喷除，就是不会去受到外界的引诱，而有所追求，也就是说，也不会随着外在的潮流，而流浪生起。你能够自心一致，那这样就是禅定。所以说呢，坐禅也叫做照顾你的念头。所以刚才或许讲，我们听道理，听道理就是要
让我们能够练就你的心是自己的主人。我可以想，我也可以不想；我可以多一个念，我也可以不要念。因为你当生命的主人嘛，我现在不想，没关系。看开放下，照顾你的念头，外在的一切，让它就这样，让我们的心自己顾好，就是要顾好自己，所以这样也叫做看心，照顾你的念头叫做看心，就是我们修道修心呐，因为修心就是要不断的在你的内心如何去注意到你的起心动念，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说呢，这一个看心也可以说修道修心，照顾好自己的念头，不要呢向外攀岩或是呢外在的一切，亲像人讲的讲，亲像你这个股市那安尼好，安尼你摇交安尼，安尼规片安尼红，你就热腾，心就热腾嘛，那一片一游，一个心消极嘛，安尼。那你的人生如果说当然会有高低，有逆境跟顺境那如果你的心随着你的顺境跟逆境而有所变化，那就没有照顾你的念头，你就是你的念拢随着外在的境的，就看你外在的攀岩，好到歹呢，你的心内产生了天堂跟地狱。安尼呢，咱的人生咧过，其实就非常的痛苦。咱唔通家家己想啦。今日你做一个代志了后，你讲拢一直不断，放不下，看不开。你拢无法度家己放下，那你都得了什么？你的事情能够解决吗？也不能解决。所以说呢，或者想，有的时候说最怕就给咱去修会，你搁伫遐想较济，嘛无法度。那安尼何不饶了你自己，也饶了别人？那这样大家都能够清净自在。那这样慢慢的来练就自己所以古德说，坐禅身口意三业不动。那身口意三业，如果动的话，不是13就是12了，对不对？如果说13的话还好，12的话就不好。那真的修行，在身口意三业当中，都是正的，但不起疑念。不会因为我的身口意呢修得圆满，而自己呢又产生了一个构告。那这样也叫做动，那也不叫做坐禅。所以说呢，在身口意三业不动，一切处不动心，一切处不动心，一切处不动心。任何的一个好跟坏呢，你不起心动念，以默动静，无不是禅。也就是你所经过遭遇到的一切事情，你不起一个动念，但是你内心是清楚的，而你不会一个好就产生一个愧疚的心，一个不好就让自己消极的心，不是这样，你还是如如的。你遇到不好的跟好的，你的心都如如。当然好的，你就是继续不断的；如果不好的，你在内心你就知道说这样不好。不好的话要怎么做？就是以后如何去防止这个不好的出来最好的，就不好的不好的就给他
摒除掉，以后不要再让它产生就好。你也不用再多一个心起了一个挺多的烦恼跟念，因为已经错了嘛。你在烦恼，你想的再多也不能改变。所以说在这个当下呢，你能够有所体悟的，还能够做一个调整改变，那这样呢无不是财。所以这个也跟我们讲，也跟我们说，不论在修道也好，或是在还业也好，其实好的不好的一定都会无时无刻的在我们身边呢。那在这来呢，就是在大经中的赞叹那个那家常在定无忧不定时啦，这是迄个大经中的赞叹。那么有一句话，那么这个那家定那伫迄个禅宗来讲的，伊讲就是龙定，龙定那么那家就是讲蛇啦，所以讲伊伫即个密宗来讲起来，那家就是即个灵蛇，它是一个灵蛇。那么那家定，伊本来就有诶，所以伫即个所在就是讲，咱迄个出世囡仔，伫婴离机离海的时阵，是伫迄个当下叫做那家定。你若好讲，有囡仔伫边仔咧困，大人也讲到下个因嘛困去，敢是？落到边个叫？这个叫做那家定，是本来咱就有诶，但是这个囡仔随着伊的意识慢慢来清楚的时阵，伊这个那家定就会慢慢的消失，因为伊开始有这个意识。清晰了后，伊就会有恶缘对立。你嘛看这个囡仔刚开始唔知嘛，但是咱就讲这个好好吃，你穿这件好漂亮，但是你敢知影啥物是好漂亮，甲不漂亮敢知？唔知。但是因为伊个慢慢意识呢已经来成长，佮加上咱时大人拢会甲伊讲。慢慢伊伫即个意识内底，都有一个恶缘对立啊。那么呢，这个那家定呢，伫这个所在，它就消失了，就失去了伊的清净心啊。所以讲呢，伫这个那家定来讲起来，那么。以这个名著来讲，伊讲就是一个这个啥？我正常用啥名字那以这个所在，伊中医，伊就是讲肾气。名著讲嘛是夜气，晚上夜的迄个夜晚的夜。那么呢，以这个气来讲起来，伊才讲就是分啦以这个气，若是这支叫做火天的气，那么呢，若这支气叫做先天的气。那当然呢，咱咧讲的中医咧讲的肾气，伊其实是咧讲先天的气，毋是咧讲后天的气。所以讲呢，伫这个囡仔
仔时阵呢，那家常在丁，无有不定时啊，无有不定时。但是伊慢慢随着异性呢，伊即个那家丁，就是已经慢慢无去。咱真呢，就是要来恢复了着婴儿之遗骸，即种一定，囡仔敢有好甲歹？无咧，其实你若莫讲身体若有水无水，你安怎甲先医是毋是拢 OK？敢是安尼？因为伊个水源住在水源，就住在解脱嘛，解脱自在。但是慢慢伫即个风景当中呢，伊二元对立的有好甲歹，有好食歹食。所以讲呢，这个那家庭呢，同咱本来就有的啦，我们就流失。那我们在这里讲禅定的，应该就是要如何回归到你这一种那家庭，要怎回归过来？咱讲呢，有种生鸟有，要安怎对有种环保的对？所以咱讲叫咱外在的一切，我们不去执着。你就是禅定，你就是清净，你就是佛，你就是本来地、自然地、佛的地嘛。所以讲呢，世尊的禅定呢，当然而家它是视线呢，讲是左衣持钵走路起息，返回本处，所依钵洗直。铺遮以遮，伫即个所在呢，咱来甲看，伊就是安怎，在驻场当中来示现出来。所以讲，不在定中，不盘腿便必修禅。第一世尊伊的禅定示现，着衣持钵走路去心，返本处修衣钵。洗足伊，贴遮而遮。其实伊这个内底，无不在定中无不在定中所以伊毋是伊去盘腿打坐面壁没有。那么佮再来就是讲，佮再来就是，咱静的时阵，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睡觉，举手托指，主言，那不是禅。所以讲你讲困倒啦讲永远拢减钱3万，我就袂讲到遐。较早就是咧讲安怎咧？就是讲永远拢趁厝拢趁钱尔，安尼敢有操心？有啦，我今仔日即个宴会要来奉请，要来对中哪位毋知爱穿啥？一领衫嘛，爱去配一双鞋啊，安尼包包诶。即摆因为大家有开窍嘛，想讲做毛，你甲看大家若出来拢穿啥当爱买啥？感觉烦恼，免啦安尼看看先数就好啊咱若要出来拢白衫衣蓝色的长裤甲裙子还是黑色的长裤，安尼外形在大家安尼都是咧修想，这样的叫做禅定因为禅定不是一样子，禅定是在日常当中，所以大家愈来愈简单愈简单就是禅定。安尼大家敢有咧研究？大家敢有咧有大家毋是练，大家拢有练起。所以讲其实伫道场的人，伊毋是一定爱讲究甲讲，着爱穿安怎？你讲穿就是讲咱安尼若穿一丝有一届嘛一届讲去参加丧礼嘛，嘛拢穿这好嘛，迄个老阿莲因咧带新妇嘛去互请。
啊，就去迄个商业场请了团过来迄个人咧刷新用安尼够唔该，无该嘛吼，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有简单无？安尼就简单，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就是愈来愈简单，我们就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跟痛苦，因为其实是衫来讲，你也是整洁、清气，是不是上好？所以讲呢，咱大家会啦，当然有当时会搁穿一寡一般难免，因为咱有点咧接触嘛咱若无讲拢是庙寺咧修行拢是庙寺内底就大家拢穿这种好啦。当然咱从遐外出来种衫货也许当然嘛是爱入境随俗啦，无人后家讲我若像恁安尼我出门，甲看恁到底拢穿共真领无定定对伊来讲，另外感觉讲是有障碍咧当然，以道场我们也没有规定啊，只是讲银行人家咧讲，其实讲起来其实大家都是有往在修行的那一种禅定、清净的里面前进，不是都有在改变的这个是以道场你修行的那一个宗旨嘛无你来衡量修行一个修啥要修福报修福报跟你用到轮回嘛咱嘛希望讲会当讲伫咱的生活中呢有简单、无困扰、无烦恼安尼上好。那当然照着安尼呢，那么在修先天大道来讲呢，那当然也愈清净愈自在你的自信上呢就没有被外在的一切呢牵着走所以讲呢日常生活中呢，随缘易华无常不是想的对啦各位先生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愈来愈自在啦，较袂去好甲歹来甲你影响当然咧达到无对纯心呢都是还会有一点距离啦这嘛算正常所以讲呢，故须引入三年，是爱照应人心，爱照应人心照应人心呢，讲的你若要咧做代志，就拢无代志通管啦，你要照应人心，所以今日你有担志业的以后成就会较好，敢是安尼？